通過今天來到整個奧林匹克博物館，我深刻地了解到了從古奧運到現代奧運整個的奧運歷史，運動員們競技精神。聽到導遊話介紹呢個奧林匹克運動嘅時候，話當時啱啱開始嘅時候，都有好多國家同埋地區互相有發動戰爭啦，或者入侵對方嘅領土。但係佢哋當呢一個奧林匹克運動開始嘅時候，佢哋都會停止呢一個戰爭。我覺得呢個奧林匹克嘅精神都可以對而家呢一個世代都係一個啟發，即係好似而家都有好多戰區。希望呢個奧林匹克嘅精神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即係以維持世界和平為目標，唔好再發動戰爭，令到人民受苦咁樣。因為世界和平就係人民可以安樂。